每一天透早，市场参选人柯中信家己一个人拢会到市场摆票发送催案文宣品，同时听出基层的心声。伊发现受疫情的冲击，虽然市场周边的店家人潮拢恢复，不过市场内依然冷冷清清。柯中信相当感慨，所以18号召开记者会。以将军公有市场只剩2-3大店困境为例，结果市府只提供3个月使用费甲1000加费减免，也是拍7折补助3个月。不过靠大动作，以市场厝的预算来买50块礼券发送给夜市的青年朋友，以强烈批评除了白写公务人员休困的时间，而且是用公款做个人竞选公关。有关于这个是他们补助了也是3个月，但是他们可以延长，只要疫情没有改善，就视情况延长。补助多少？补助80%。所以新北市的公有市场跟公有道路所形成的夜市，他们是补助80%，而且没有3个月的硬性的限制。而我们台南市公有市场的摊位以及公有市场公有道路所形成的夜市，我们是只补助3成，所以这个对我们台南非常的不公平，尤其是这些公有市场的摊商。那我就会怀疑呢，黄市长你都有办法把市场处理的预算拿来购买小礼物在夜市发放，你为什么没有钱可以去补助我们这公有市场这些摊商？尤其我图片上欧湾敖行那个公有市场现在不是门可罗雀，根本没有门面对参选人柯中信开记者会，强烈质疑，经发出发表书面新闻稿表示，疫情稳定以后，就积极振兴传统市场的经济，不只将租金调降3成3个月，更透过快闪的形式发送50块的抵用券，借此鼓励市民来消费。预计已经办69场，发出超过14000多张的抵用券，创造至少280多万的营收。对着柯中信先生无理解政策内容，而且误导，表达遗憾。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。